曾經風光一時，被稱為澳門土豪酒店嘅路環13酒店，當時總投資超過60億，如今落實以6億港元超低價賣出。有澳門地產代理商琴日下晝發出新聞稿表示，成功促成本澳今年首宗酒店物業成交，涉及金額6億港元。該地產公司總經理表示，新業主為澳門本地買家，酒店樓高22層，總面積約為94.5萬平方尺，以售價6億計，尺價大約635蚊。曾經由南岸集團持有，前稱路易13酒店嘅澳門13酒店，曾經做過港姐拍攝場地。該集團喺清盤破產之後，由銀行委託代理招標放售。而酒店喺2024年亦都曾經招標放售，當時估值24億元。13酒店起源於殼王陳國強旗下嘅寶華建業斥資20億元，向洪永時購入澳門地皮，計劃興建6星級酒店同埋賭場，總投資額達到64億元。洪永時更加出任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，號稱要喺澳門打造極度奢華嘅酒店。洪永時更加一口氣購買30台勞斯萊斯幻影汽車，專門用於接送貴賓，點知酒店最終未獲賭牌。洪永時賭業大亨夢碎，2018年初便辭去職務離場，而勞斯萊斯車隊亦都被賤賣套現2400萬元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